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7日公司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新闻开始来关心香港，香港种植的黄之锋、林龙岩，佮有周庭红判刑，以传媒创办人雷智英嘛，互伊早期追关起来，将开庭审理。法官不准雷智英交保，按算要伫明年的4月份才要审理哦。雷智英嘛有可能会防止受压缩，关到明年。香港政府的做法嘛引起真侪国家的批评。咱国的陆委会就表示讲，要考虑放宽香港专业人士来台湾的制度甲法规。前拿即外套手铐，一传媒集团的创办人雷智英，最三被案被带回收押所害押。雷智英催立案，甲一传媒2位董事因为一项早期罪被监禁拘捕。最三早起开庭，却是由国安法指令法官审理。虽然雷智英的辩护律师讲，被告的罪名无涉及港版国安法，应该按照其他刑事案件的传统做法，准被告保释。虽然检方要求法官依法裁定专案押后到明年4月16再审，并且告载雷智英保释，一传媒讲早期罪刑一轻，无应该不准保释，会提出上诉。被叫做香港种植3子的黄之锋甲林龙岩，最日被铐指挥入去关，周庭也同款，3个人分别被判13.5个月、7个月甲10个月不准缓刑。对此，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发声明，批评中国的行为，让人无法度忍受，暂可以将香港少年民主导师判刑。日本官方长官加藤胜信也讲，对相关情形甲宣判正关心，会甲7大工业国家集团G7合作做应对。总统蔡英文也发文批评，违反再次压制香港人的民主诉求，也强调台湾会继续听香港人甲民主。其实我们可以更进一步去思考，说如何提升这个原港的这个机制跟方案，那能够更进一步的强化我们对香港的一些措施，不管是援助香港的，还是对港府或北京进行这个相关的一些制裁的手段，这都应该要列入我们考虑的这个范围之内。蔡政府在面对香港的人的这个需要的援助的时候，能够再多做一点，能够再多想一点，然后能够再周到一点。林慧环提出应该对港府甲北京做相关的制裁。行政院秘书长李明岩讲，政府一直拢正关心香港的局势，会予香港人实际的帮助。陆委会也研究放领香港专业人士来台湾的方向、制度甲法规，松绑香港优秀毕业生来台工作之限制，检讨放宽香港专业人士来台工作、居留定居之限制，开通港人来台投资居留之绿色通道等。另外，泛民主派前立法会议员柯志芳拄则结束丹麦访问行程，伫 FB 发声明宣布流亡海外，也退出香港民主党。柯志芳表示去英国，讲伊流亡的决定正临时，也未决定要去倒一个国家。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以前指挥中心宣布讲，对7时开始要暂停印尼移工入境台湾。除了欠工的问题是愈来愈严重，因为印尼政府打算要对明年开始要求移工的机票、签证佮检疫等的费用，拢爱头家来出咯。所以对头家来讲，成本嘛会增加袂少。一寡印尼移工是拄则隔离检疫所，验过自7时开始，印尼移工要暂停入境2礼拜。除了国内欠工的问题，即马头家也烦恼讲，那印尼迄边的免付费政策开始实施，负担会变重。那如果说他这样子延到这种床位抽不到的状况下，不知道延到不晓得延到什么时候。如果真的到时候过期的话，我们现在是适用旧制，政府所谓的旧制。那如果这样的话，过期我们还是适用旧制吗？还是要用到新制？新制的话，对我们来讲，那个费用还要再另外再花费是一笔的费用。像这位陈小姐申请到印尼的看护工，10月底就摕到签证，验过人也未来。即马除了这段空档期，爱家己想办法，也烦恼讲，若是移工的签证到期，万一要过来台湾，就要用新的政策。到时来回的机票、检疫费用这寡，伊拢爱当出，压力真大。现在这个时间点刚好是我们印尼那在实施 Zero Cost 这个的临界点，大概就是12月31号以前要完成签证跟 PAP。那这个时间冻结呢，那外交部这边其实也是暂停受理签证的。那这样子的话，会导致说原本已经打算来台湾办签证的外劳，他来不及办签证，会被迫用到新制的
Zero Cost 的专案。那这一方面的费用大概一个人大概要多付到45000块以上。中介公司讲，在国内宣布袂当入境了后，政府嘛暂停发予印尼港的签证。即马有人是已经送件，不过惊袂火伫咧年底进行办好，有人是担心签证3个月到期，明年爱停签，所以希望政府甲印尼政府迄边参详，甲零付费政策小签一下。劳动部是回应讲，抑个伫咧甲印尼迄边参详。记者综合报道。中营航空的空服员有人照无照政府规定，伫居家检疫期间佮四界爬走。中营航空已经甲违规的空服人员石头路了。疫情指挥中心嘛指出，今年6月到达国内的航空公司已经有7个人违反检疫的规定。为着预防新冠肺炎疫情扩散，指挥中心定真济防疫规范，毋过为着兼顾防疫甲航空业的营运，所以伫外站等来台湾的机组员，无立即去通报社区居家检疫14天的名单内底。客机的机组员减少居家检疫期是5天，结果传出一个中营的空服员违反防疫规定，出外去上课，佮甲朋友食饭甲拍球。公司调查时阵，佮公平才骗讲伊人伫咧处理，佮提供假日期的相片来互公司误会，所以去互中营处罚，顶个月去互免职。涉及到违规的部分，我们讲就是以相关指挥中心的要求，我们是了解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当然就是属于公司内部治理的问题。工会嘛指出，这个个案因为违规确定，工会无法度提供协助。若是目前的空服隔离规则，有的内容会当更加确定，避免发生认定的记录。违反防疫规定跟违反工作规则内容很明显，基本上是不太可能去变动那么。他会写说你必要可以外出，但什么叫必要？或者说他会规定说不能出入人潮拥挤地方。那人潮拥挤的定义是什么？会有一点模糊的空间啦。那对空服员就会比较辛苦。中营嘛发表声明讲，组员爱逐工监控，而且汇报家己的状况，日勤必须做好防疫。等来台湾了后，嘛要完成检疫工作。内部有真侪个公告，各一个强调规范，毋过有一寡人违规。影响公司的声誉，嘛有可能迫害国家防疫。针对违规的人，会召开人评会来调查。过程当中，若是有讲白菜，想要欺骗的人，无法度胜任空服员的工作。如果有违反这个该公司的管理居家检疫者，总共有5个人哦。那长荣有3个，华航有2个。那在收集他们这个违规的这个事实的认定哦。那至于是不是可以罚以这个传染病防治法，我们这边也在研议当中啊。指挥中心进一步说明，今年6月份到达，至少有7个机组员违反居家检疫规范。最近3个月当中，中营有3例，若是中营嘛强调讲，若是调查确定，拢会免职处理。而且外界传讲，华航近期有2个空服员违规，华航嘛指出有记过处分。根据国际航空的机组员防疫相关规范，发生违规的事件是由这间公司决定讲要安怎处分。等于讲中央也是无法度通管，所以指挥中心嘛指出，会收集违规项目，甲民合局来研究，看未来要安怎严格管理甲处罚。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哦，受到东北季风影响，今仔正方面的北部、东半部、佮恒春半岛会落雨。来看上新的温度，今仔伫基隆、北海岸、东北部地区哦，佮有大台北山区，拢有可能会落大雨。今仔早起温度上低是伫桃园的杨梅，只有13.9度，温度是比昨佮愈较低。雨会一直落到后礼拜3、拜4。东北季风淡薄减弱的时阵哦，雨才会停。中南部甲外岛地区哦，大部分拢是侪份好天的天气。这款湿湿冷冷的天气哦，礼拜日温度会淡薄回温一点啊。再来看，因为东北季风的关系，往回南市的船帮已经连续7天拢无开，生活物资无法度送到位，便利商店的物件嘛拢扫了咯。当地民众嘛开始烦恼讲无物件食的问题。今日来南市的超商内底，火鸡店关的胖全部拢红卖了，规排食食区嘛拢无物件。原来东部地区顶一日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风影真强，瞬间地方达到9级至10级。若是南市嘛，因为天气无好，船帮连续停航7天，岛上物资无够，可能有欠粮的危机。如果再不行这个天后后程再不来可能我会建议乡长嘛，可能就动用到那个装备储粮
兰苏乡公所指出，岛上的柑仔店甲超商，包括米、面、罐头等等的面食物资，拢小连续欠货。有的店家阁因为实在无够，转来暂停营业。若是乡内也有不少，阁面对家属用料临时甲店家借来用的状况。我们是今天突然发现说不够了，因为我们的厨工、厨娘就告诉我们说，今天是勉勉强强撑完的，也就是说我们明天就没有瓦斯了。教务主任强调讲，这几天学校已经动用暂避休息，烦恼兰苏往回台东的准帮若是阁无开，学校上紧伫后礼拜在拄到物资用了的状况。另外，东部地区嘛因为透大风，造成花莲七彩潭大桥南边的车行顶向断去，电线根源安尼高着桥倒摆的人害伊受伤。感觉快被吹倒了，好像台风来了。自红开了。若是伫台东台北，阁出现长做2月测速气象机，吊伫壁顶的空包嘛，因为透大风吹甲歪去。东北季风继续侵蚀东部地区，小连续发生灾情，也阁有民生物资欠缺的困难。当地民众敢若希望天气赶紧变好，互危机的状况会当赶紧解除。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有立委讲哦，基隆的水管漏水是漏甲真严重，漏掉的水大约是3座，新山水库遐尼济。自来水公司是表示哦，基隆地区95%拢是山丘，较悬的所在，就爱甲水拍去，而且线路嘛拢已经真久了。未来的3年会开8亿，甲较旧的线路给换掉。基隆信义区初3下晡外口在落雨，淡水人员实施供线替换的工程。原本水道水的外管，甲接起用好的用水管，拢是采用塑胶管，年限敢若20吨，较会破去。所以淡水甲外管该换做主体管，用水管是换做白铁的材质，两个使用年限是要40吨，较袂歹去。淡水希望会当解决基隆是全国漏水率上悬的城市。与其开源，不如把节流做好。节流最重要就是从抓漏开始，不管说是水压的问题、抓漏的问题、管线汰换的问题，甚至是相关这个专案的这个国外的顾问要来协助通盘理解的问题，我们都会持续的追踪。根据淡水所提供的数据显示，基隆108年度的漏水率达到28.82%，是全台湾第1名；第2名的台东是20.97%，第3名是花莲19.02%。全国的平均大概若13.61%。立委指出，基隆因为沙坡地比例达到95%，关地区域需要加压供水，还有供线路化等等的问题，凸显漏水真严重。基隆去年的漏水量超3353万度，等于讲是甲超过3座新山水库的水漏掉，会当提供予基隆市民1年用水。为了改善漏水，淡水3年来投入8亿来换供线。从修漏的这些记录来看那应该是在中山区、中正区会比较多一点。毋过，供线替换至少要用超过9年的时间。淡水表示会阁找国际顾问来研究基隆漏水的问题，要伫2年以内，甲漏水率降到22%。第二是采用一步一步维护，中期应用科技掠漏，长期甲水压流量监控智慧化，达到节流的目标。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带观众朋友来看今日报纸新闻。咱先来看自由时报，美国有莱克多巴胺的猪肉明年开放进口哦。昨有超过80间进口猪肉，市占率超过80%的肉片业者做伙开记者会宣布讲，明年伊嘛袂进口有莱克多巴胺的猪肉，嘛会特别来标示进口猪肉的产地。外界是认为这业者出面是帮政府背书，也毋过业者是讲哦，因徛出来是为了求生存。再来看联合报，教育部确审改会已经选出新一任的委员，也毋过审查委员是有人认为讲，名单内面有真侪拢是原本也是顶一任的委员，根本拢是教育部安排好的，不如是开放予学生仔代表来公开遴选哦。再来看《中国时报》，新台币换美金是一直起哦，昨一度是冲到28.4块换1块的美金。也毋过最后收盘是收伫28块.66角，嘛创下9年半以来的上悬点。咱再来看国际上，已经有国家宣布讲要对后礼拜开始会使做武汉肺炎的预防针。咱的卫生福利部部长陈时中嘛讲哦，台湾主文的疫苗嘛应该会使提早，应该伫明年的3月到6月哦，到6月民众就有通做咯。过来昨嘛个新增加一个对美国转来的民众带病入境的病例。
新冠肺炎疫苗研发成功，英国领先全球，首先批准使用美国辉瑞药厂 BNT 疫苗，上近后礼拜就会当提供民众注射。在这个同时，俄罗斯也宣布后礼拜起将大规模做新冠肺炎疫苗。有入去关心台湾采购的疫苗，什么时阵会当开始做？对此，卫福部长陈时中表示，希望明年3到6月会当开始做。那是开始打疫苗什么时候？这个我都掌握中，从年中是预计，但是还会往前。大概3月份开始到6月开始打，是不是这个意思？差不多。希望能这样子。另外，立委表示，目前3间国际航空公司开始推疫苗护照，也都是就机前需要提供物资疫苗的文件。但是中共这个策略国内也来建议，希望在疫苗开始自进前实施。在国内疫情部分，佫新增一个境外移入病例，687个是本国籍30多岁女性登记伫美国工作，11月29返台探亲，伫厝检疫期间出现脑痛，通报就医采检了后才确诊。他的密切接触者目前掌握有25位，那其中14位是前后2排的座位旅客会居家隔离。为了影响最近新冠肺炎境外移入案件，指挥中心宣布，自拜5初时起，全面暂停引进印尼籍移工来台2礼拜。外界烦恼照护能力不足，恐惊会助长非法移工市场。对此，内政部回应表示，移工政策会随着疫情联动式检讨，但疫情缓和了后，也会展开联合稽查。记者综合报道。全世界武汉肺炎的疫情各个国家，全球的病例数已经超过6500万例，死亡的人数有150万人。来看上新的统计，台湾暂时新增加一个病例，目前是686例；中国的病例有86000例，香港有6500多例，日本超过15万例。目前全世界疫情上严重的前3名是美国、印度、有巴西。美国已经超过1400多例哦，印度嘛已经超过953万例。巴西是超过643万例，另外伫欧洲方面哦，西班牙嘛超过169万例，法国超过231万例，英国嘛已经超过167万例。再来看欧洲的疫情是继续拖哦，法国嘛决定讲要甲出世场所佮继续关起来，甚至要限制民众袂使去随处出世，互业者是真不满。另外，伫伦敦的动物园哦，嘛结束第2回防疫封锁，初二重新开放了。全世界历史上久的伦敦动物园，初二一透早总算解除4礼拜的封锁，欢迎游客入门。家长煞着婴仔车保持安全距离，排队买票入场。囡仔面上露出欢喜的笑容，看到徛过伫水池游水，表情动作上侪的王先生，哪只物件也无袂记咧观察来去嘅游客。We kept close observations on the gorillas, and as the first visitors came through, they did what they always do. They were checking out people's different clothes, different hats, my hat, different shoes. That's part of their enrichment. Zoo without visitors is simply not a zoo, so it's been fantastic to get people back through the. 今年2摆的防疫封锁加起来，互伦敦动物园关门15礼拜，其中也包括上大季的休热期间，无门票收入，所有动物有缘爱食。互园方的经费非常的吃力，即马总算暂时恢复运作，毋茫会当补一寡收入。除夕假期也是欧洲人冬季上毋茫的节日之一，也毋过疫情反复严重，欧洲确诊人数上侪，法国再次提出限制封锁，将会继续关境内除夕圣地到明年，也呼吁民众毋通随意前往邻国瑞士甲西班牙除夕。内政部长也表示，将对这2国的边境实施随机抽查来防止边境度假圣地。瓦勒迪泽尔的除夕业者真受起抗议。On ne comprend pas non plus comment on peut nous expliquer qu'il y a beaucoup plus de risques dans des files de remontée mécanique que dans le métro à Paris. Dans le métro, c'est couvert, on est à l'intérieur. Là, on est en plein air, on comprend pas. 耶诞节到新年是业者上毋忙的年度大会，目前包括德国甲意大利拢决定关除夕度假村一直到明年。也毋过奥地利甲瑞士、西班牙是无严格禁令，也阁想要拼一波的除夕经济。各国无强调，法国业者早已经不满，这是无公平竞争。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看英国甲罗西亚拢伫初二宣布武汉肺炎疫苗的政策哦。英国政府已经批准美国辉瑞甲德国 BNT 做伙研发的疫苗，按算后礼拜开始，老大人甲医护人员得使改先注。另外，罗西亚总统普京下令后礼拜开始，医护人员甲老师嘛会使先注因家己做的武汉肺炎疫苗。英格兰地区初二已经结束1个月全面封锁，卖非必要的商品的店头嘛重新营业。英国政府迄天批准美国辉瑞也有德国 BNT 共同研发的疫苗，加做头一个正式批准使用新冠病毒疫苗的西方国家，而且为后礼拜开始做。头一批80万剂，也就是有40万人会当做，而且是集会人也有医护人员优先。年底进前也有几百万剂会送到位。官方表示已经注文4000万人，有够供应2000万人来做。The MHRA, our independent regulator, who have followed all of the same steps that any regulator, but what they've done is done them rapidly and sometimes in parallel instead of one after the other. And that's how we've got to the position of being the first country in the world to have a vaccine that is clinically authorised. 俄罗斯初二通报高一日新增加，因为疫情死亡的人数有589例。俄罗斯的疫情一直烧未退，总统普京下令后礼拜开始会全国大规模做新冠病毒的疫苗。伊若使用的是因家己研发的史普尼克5号，伫未来这几天内就会制造200万剂。伊若伊的保护力有92%。Попросил бы вас организовать работу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чтобы в конце следующей недели мы уже приступили к этой масштабной вакцинации.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доложить вам о готовности масштабно начать ее на следующей неделе. А начнете масштабную вакцинацию, хорошо? Хорошо. Каждый день докладывайте. Давайте мы начнем вашу работу по масштабу. 美国纽约州按算收到头一批的新冠病毒疫苗了后，会考虑优先提供给养护机构的患者，也有工作人员来做，而且希望这个月底就会当开始做。因那州长古莫初二表示，按算15就会当收到17万剂辉瑞甲 BNT 的疫苗。这疫苗目前已经申请紧急使用授权，核准了后，上紧伫15就会当开始配送。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来看美国南加州发生火灾，因为当地风正透，火势一直炭，有几万名的民众撤离。电力公司嘛先断电，国家气象局嘛警告讲火会烧袂离。另外，伫南半球的澳洲哦，有真出名的度假区弗雷泽岛大火嘛已经烧超过6礼拜，灾情是真严重。直升机自天顶南水拍火。离洛杉矶东南方80公里的巨郡发生这场名叫做“邦德亚火”危机。消防人员伫咧火线附近近距离拍火，掩过挡袂掉大自然的力量。伫南加州季节性强风的风势下，将计烧到拜六，几落班的居民撤离。邦德亚火是初二暗，因为一栋厝发生火灾，规个炭毁。迄当阵的阵风有到1点钟113公里。气象局警告。湿度低加大数是要结合做火，恐惊有极端大火危险。当地爱迪生电力公司初二暗对15000户做预防性断电。其实，伫今年10月附近的西尔弗拉多峡谷也发生大火。另外，伫圣地亚哥也有另外一件威洛亚火。加州森林防火局通报，12公顷的土地拢被火烧，这嘛火势控制50%，有200间厝受威胁，1间厝被烧害，6栋厝受损。This area is very populated. Our priority, as we mentioned earlier, is life safety. So really, that's where we're focusing a lot of resources. Is where these structures are, trying to get people evacuated out of their homes. 澳洲这嘛是热天，弗雷泽岛的野火已经烧超过6礼拜啊。We've been reporting that 50% of the island has been affected by the fire, and we're probably not seeing the end of it yet. 弗雷泽岛是世界上上大的山岛，伊的热带雨林加山区天然景观被列做世界文化遗产，这嘛拄到大火引起生态危机。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今仔国际上阁有啥物大代志？咱做伙踮台湾来看世界。首先是菲律宾传出有枪杀案哦，有一个市长要入去市政厅的时阵，互人枪杀，头壳着2枪，伤医不治，警方嘛已经展开调查。再来看英格兰有一间粪扫水的处理厂遭暗爆炸，至少造成4个人死亡，1人受伤。目前初步是认为甲恐怖攻击无关系。再来看美国联邦参众两院的军事委员会达成国防授权法案的共识，强调讲对台湾的支持，阁有会来协助台湾维持自我防卫的能力。
再来看台中市哦，今年7月份传出讲食中药食到中毒的案件，检方侦办结束，甲信通中医一名姓吕的中医师，搁有中药商的头家等人，依照违反药事法、伪造文书哦，过失伤害等罪起诉。医生台中地方法院法官是认为这3名被告无靠押的必要，所以以20万交保。就是法官认为检察官起诉的事实哈。被告他们都已经认罪，都坦诚认罪。那虽然犯罪嫌疑重大，但是没有羁押的必要了，因为按照比例原则，没有羁押的必要。那所以就是准他们具保，然后限制住居，然后限制出海出境。律师讲，因为3个人当庭认罪，信动中期院长吕世明侦查的时阵也强调，已经委托律师甲被害人谈和解。法官认为案件已经调查清楚，包括隠密證據、下口競爭記錄攏已經無啊，3個人會當交保。這件中藥中毒案，受害者自5歲到80幾歲攏有，其中信動中期食到自殺的有188人，驗單的46人，救護中期食到自殺甲驗單的攏分別有8人。签的部分、服用部分，目前我们可能依照被告的主观翻译，注意义务的违反，那只能用过失伤害部分来提起公诉。那吕先生部分，他所谓的一个猪代粉，就是含有朱砂的成分的部分。那检察官这边认为是以看一次算一罪来计算，所以会认定他的行为大概有987次。检方讲，这2个中期拢辩解讲，药商甲验单当作自杀卖，伊唔知影中药内面含盐。台中市卫生局强调，自杀验单2种中药材是禁止调伫咧口服药品内面，受到起诉资料会开医听会，相当会当废止因的医师证书。依医师法25条之1规定，处分的内容包括有警告、继续教育、停业1年、废止执业执照，最重可废止医师证书。台中市卫生局讲，即马有29位被害人家己团体诉讼。台中市法制局暂时为每一位被害人定要求赔偿金200万，加扣下3个人名下要到5000万的不动产。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昨过来有80间进口肉品的业者做伙开记者会，宣布讲，因绝对袂进口有生肉精的猪肉。业者嘛强调讲，会跳出来开记者会是为着因家己的生意，毋是要为政府背书，请大家唔通误会。执行无来猪肉，落实无来标示。来自各地的肉品加工甲相关产业业者，伫华汉冷冻食品公司负责人李春来带领，除了发口号也签名联署，向民众挂保证，全台前50大厂，包括国内9成猪肉进口量，绝对会维持现状。过去袂进口来猪，即马未来也袂。大家若咧烦恼，咱就拢莫进就好啊，安尼好无？好。记者会下昼举行之前，已经有媒体陆续报道，冷冻加工厂宣示唔进来猪，是为政府解套。代表发言的李春来强调，宣布进口来猪了后，业者生理让2-3成，才会紧急向食药署讨名单、打电话通知大家出席集体发声。阮是拍摄甲证明嘞，对不对？你说对不对？对。大家是话面的足艰苦，才拜托我来联络因来呢。啥物讲替政府解套，神经病哦，看到鬼。包含9成猪肉进口量，另外1成无出席的业者李春来认为，这1成应该也袂进来猪。也毋过误会国民党籍新北市议员陈明基游玩表示烦恼。在不在场的人，他可以合法去进来猪，而且他不用标示有莱克多巴胺，这是我们担心的。另外，政府坚持无法度规定伫猪肉上标示，敢有含来这业者表示会自主标示。我们应该在产地上会标国家，然后那个瘦肉精会标那个未检出。大约70名业者出席，包括大厂就松，也毋过主办单位无提供详细名单。代表进口猪肉当局发言的李春来，是伫现场由业者拍破通过推举为主持人。行政院伫媒体询问了后回应，对民间进口业者自主无进口来猪，并且表示无来这政府入境业者甲美国部分业者共款采取自主标示。记者综合报道。
因为疫情的影响有真侪资金投入台湾的房地产，行政院提出9项的措施，希望使控制炒作房地产的行为。也毋过民间团体是批评讲，政府的方法上过慢，嘛做了无够，上好是赶紧来实行囤房税，针对实价登录2.0，赶紧来修法。国内最近真侪资金转来投资，真侪热市流向高市甲房市，为了压制炒房，国发会综合内政部、央行、金管会甲财政部的具体作为，伫行政议会顶悬提出包括强烈欺诈、红单交易、实价登录2.0预备处全面列管，嘛甲透过专案查核修法所得基本税额条例，还有房屋税条例。防止有心人士上空受骗，而且强化贷款的审查机制，强化社会主体租金补贴等等。如果大家因为这一波有赚到钱的话，那持续的去投资生产性事业，或者是甚至于是金融商品，我想这个是很好的，这个都尊重。但是不应该把多余的资金拿来炒作房地产，因为房地产房屋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作的。行政院认为讲，厝无应该变做商品来炒生理，政府应该引导这寡资金来投入去生产方面的投资，唔是记在因或者是鼓励，互这寡资金伫咧炒房顶悬。若是针对政府打击炒房的决心，民间团体是批评讲改革伤慢，而且做无够。不仅台湾不动产的持有税率上低，地税空出率真悬，新政策也是回避囤房税的改革。台湾这么高房价。租屋困难，房租又贵，可是我们市场上为什么可以有这么多房子空置？你现在才假惺惺的说我们现在要启动，那过去3年在做什么？适当的时候他才会祭出金融手段，我觉得这个就很有学问的。请问事实是哪一天？民间团体认为，讲政府即个打击炒房的方案内底，有一半拢伫咧实价登录顶悬，甲红单炒作的问题，即寡伫咧3年前的提案早就应该做啊，所以希望政府会当马上实施囤房税，而且赶紧修法实价登录2.0，唔通阁回避。记者综合报道。之前伫婚林未了的海边啊，发现2只死去的鹧鸪，其中的一只是体型全世界上大的鹧鸪的品种。动保团体是怀疑讲，因是去食到塑胶螺啊，才会造成死亡。另外，伫台南有一只飞来过冬的杜鸟追食马，去吊伫鱼网仔顶头，后来嘛是救无回来。海相馆甲海巡人员无用伫咧让这只已经死亡的海龟的寸笑，这只海龟叫做鹧鸪。是全球上大，而且是真罕见的海龟。伫台湾是第3届发现鹧鸪，不过11月30日伫婚林未了去互发现的时阵，伊甲另外一只保育类的海龟拢已经死亡。这只海龟直接待伫海边啊，因为鹧鸪是带转去海参馆做研究。由本站人员实施丈量，河龟体长约140公分，蓝蜥龟体长约80公分。其中蓝蜥龟因身躯腐烂已无研究价值，由本站人员协助就地掩埋。另河龟尚有研究价值。海参馆于日下午将派员带回研究指引及制作标本。海巡署为海龟边仔的塑胶螺来判断，无排除鹧鸪可能甲塑胶螺看作是海体食落全死亡。海参馆表示，鹧鸪死亡已经超过2-3礼拜，死亡的原因真恶来论断。因为人类的行为致使动物死亡的案例毋若这一层。即马当是杜鸟飞来台湾的季节，台南将军初二嘛发现一只雉鷸受困伫咧网仔底，虽然有通报爱抢救，不过尾后也是渡水死亡。查到是它9月、10月的时候，是可以放置，但是有一段那个法令的限制是，如果是云嘉南风景管理处管理的盐田，它是不可以这样子来设置来捕鱼或抓鱼。迄礁俱乐部质疑渔民违法伫咧禁止的地区使用这种长形像亚港的网仔，呼吁大家爱共同来保护生态。台南市农业局表示，按规定9月份到10月份，禁止农民伫咧内海等等公告的范围放这种长形的网仔。目前初步看并无违法，因若地点敢是有违规，要搁来调查。接落来会加强宣导，使用适当的工具，避免类似的事件搁再来发生。记者综合报道。最近有真侪台中的民众拢反映讲，台中市的公车的车牌拢打真侪色情的广告大纸哦。台中市公车联管会是来表示讲，会尽量赶紧把这广告拢清掉。公车站牌前，民众详细查坐车资讯，不过边仔这个小字条，吸引不少人的眼光。敏感的字加上应有电话，查某看甲真难叫，查某看到更加感觉无爽快。当然市容不好啦，那个感觉也不是很好啦。我们也不放心说小孩子在搭公车回家的时候看到那种东西，
然后他也会很好奇啊，那个是干嘛的啊？公车站牌就是要给人家看那个哪一站下车或者时刻表啊，所以我觉得应该抓。未少民众发觉，台中火车站4号位的公车站点，拢被打这款的广告大纸。虽然环保局人员拢会来清，也毋过过几工，阁有新的，安怎清也清不完。所有看到的，还有那个柱子都会清啊，而且是经常在巡的。我就看到他们都会处理啊，当然因为真的站牌数太多了，不可能说所有的站牌都巡，真的不可能。台中市公车联管会表示，市区的公车站牌伫1802年整合了后，都无提供广告。若是其他的业务，单纯提供坐车资讯给乘客。目前全市17间公车业者有8000多支站牌，会加强派人清理，也将通报环保局开发。公民团体认为，应该提升公共运输的整体环境。它是一个市民跟观光客都会看的一个城市的指引，去思考怎么样提升整个城市的大众运输文化，甚至城市的大众运输的形象。公民团体认为，消极程度只是治标无治本。台中市环保局表示，乌白打违规广告会当依法开罚6000，若讲找袂到行为人，也会当将广告电话的所有人开罚加停回。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新闻，咱来看屏东的枋寮有一位农民因为家己爱食咸，10多年前就开始来研究番仔姜，嘛找来世界各国无同款的品种伊嘛家己开农场餐厅，对产地到饭道来启动各种的番仔姜料理，希望使为在地农产品来行出一条新的路。因为本身爱食咸，屏东农民戴慧莹自10多年前开始研究，成功种出济品种的番仔姜，但也已经正做在地特色农产。近期伊佫开设农场餐厅，开发出济项无同的咸椒料理。我为什么要把辣椒来入菜？这是从古时候一直到现在，我们家庭植物它在料理的时候，多少它都会弄一些辣椒嘛，对不对？弄一些姜嘛，弄一些蒜嘛，啊，这是属于调理。然后吃的对我们身体是很有好处的。除了咸椒以外，戴慧莹也推广种植无毒的果子菜色，自产地到饭道的规站过程，汤光透明，民众拢总看得到，就是希望让大家食了会安心。采菜啦，种菜啦，然后采菜，然后到我们餐厅来做料理，然后料理完以后，大家爸爸妈妈跟小朋友大家一起来吃。因为我们所有东西都是自己种、自己生产、自己处理的。那辣椒的话，其实它对新陈代谢，然后增强免疫力，其实很有一定的帮助。可以吃得很清刚啊，还有会美容。现时在园区内，唔有各种无同的咸椒啊，业者继续开发料理，结合农场餐厅咸椒加工 DIY， 游客会当亲身体验制作。了解咸椒王国的创业过程，嘛开创在地新商机。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水库的土煤，使个利用变成建筑的材料，嘛有艺术家利用土煤做出真侪艺术品，咱做伙来看卖。眼前看到红毛土艺术品，更加特别是伊加入水库的废弃落果仔煤，重新搁再利用，加做一个搁一个特别创意的作品。主要的材料的话是那个水泥材料，那比较特别的是里面有添加我们这个水库淤泥改质的一个防水粉体哦，那这个是从我们阿公店水库的淤泥去做一些改良，那可以让水泥材料呢它的一些原本容易吸水啊等等的一些缺点，然后变成优点。翠暗是今年人拢使用的物件，艺术家用翠暗正做主题，用红毛土正做材料，号名叫做中心呼吸，希望会当透过作品鼓励受到疫情影响的民众。我们常常很习惯某种生活方式，或者是某种人际关系，但是当疫情来临的时候，这一些变成都要让我们有一个新的省思。来自无共城市的艺术家，让大众透过作品了解到红毛土创作艺术家想要表达的意念，伫未来会当有更较侪创作的空间。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台湾头一部中高龄就业专法，今仔开始实施。专法是规定讲，头家袂使因为会所的问题对找头路的人差别看待，违法上济使罚150万。嘛，鼓励企业爱请中高龄的员工，政府嘛提供补助。本来有投104亿人行，但是大概因为年龄的关系。不容易，因为他们就是年龄的关系。一个60多岁的贾先生，讲到伊家己退休了后，想要搁去应工课，当开始因为伊的年岁，一直去读着铁棒，买手总算找到餐饮业外场的工课。考虑到中高龄要就业无简单，台湾头一个中高龄的就业专法，初时就要实施。头家会当甲高龄的劳工签订期的契约，若是头家有继续请3成以上的济岁人。而且月级未比原本的薪水还搁较低，头家前6个月就会当摕到一个人1个月13000的补助，也若第7个月到18个月是补助15000。嘛有规定，头家伫咧引人的时阵，袂当以年岁做理由有差别的待遇，也若违反的人，上当会当罚150万。他已经把2个目标摆在一起，一个要解决中高龄的问题在，一个要解决所谓的银发族的问题在。问题是这2个族群的。不管在生态上来讲都不一样。劳工团体批评讲，新的法要是无法度解决中高龄就业的困境，学者嘛认为讲，伫政府18个月补助结束了后，头家会持续请高龄的员工，这是重点。有补助，好，然后短期内也达到一些效果。就当你把补助拿掉，有补助期满之后，它可能又回到原点。那这种现象呢，你的补助的金额越多，回到原点的可能性就越高。不过，学者强调讲，立新的法的用意也是袂歹，因为对年岁的歧视有较明确的规范。若是发生争议，头家人嘛需要尽基层的责任。对减少年岁的歧视来讲，也是有一定的帮助。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体育署配合秋冬防疫专案，针对体育馆、运动场、遮较高探病的所在修正运动场馆防疫的规定，民众伫内面拢爱挂嘴暗，也毋过伫咧运动收水的时阵就毋免。伫运动中心用训练重量的器材做运动。林小姐甲因男朋友一礼拜会去上山运动中心2届，下晡的时段来运动的民众无多，不过也是真注重防疫。其中一个人还阁专程挂嘴暗。就是还是会避开人多的那种时候过来。戴着口罩运动其实就是不太方便，就是呼吸可能会比较没那么顺畅。伫室内做运动，敢爱专程挂嘴暗？这2个人是无啥确定，敢若知影讲出入运动中心就爱挂，若无就无法度入场。体育署表示，配合秋冬防疫专案，修正相关的规定。体育馆、健身运动中心、甲保龄球馆，这类高传染风险的场所，应该爱专程挂嘴暗。不过，这个规定是无适合用伫游泳池、水池啊、航箱、蒸汽室等等，也有使用运动训练器材的时阵。你自己去重训，你使用器材的时候，你可以不用戴口罩。但是如果你要上教练课的时候，教练他应该要戴口罩。那像跑步机，它可能比较间隔比较近的时候，它应该就要封掉，应该要间隔使用，不可以这样子大家这么密集的在一起。也就是讲，无论伫咧私人的健身房或者是运动中心，若无运动的时阵，也是爱专程挂嘴暗。因若只要修正了后的规定 ，SBL 甲 P 联盟就要比赛啊，球员练习还有正式比赛的时阵，只要无落拍球的时间，就算要真喘，嘛都爱随挂嘴暗。记者综合报道。在白色恐怖的时期，政府的政治单位要求关伫离岛的犯人拢爱参加良心救国运动，嘛防强逼讲爱认罪。咱今仔就来听几位受难者甲因的家属来讲迄段痛苦的经过。掀开国家图书馆5当前出版的《台中政治受难者口述访问册》，罗丰池讲起1949年和林仁秀等人加入台湾民主自治同盟读册会，被政府认定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1951年半暝啊，警察无拘捕证，就把罗丰池对厝内带走。但这个囡仔是，互杀死，也是送去倒位，也是吼送去海底嘛，唔知，阮大家哭半暝哦。迄时我还未结婚啦。
罗宏迪从偷偷逮捕，唔拿厝内的人未食未困，伊家己伫咧家家嘅日子也受尽折磨。伊先伫咧台北台湾省保安司令部保安处，防以粗残的方式逼口径。1953年，洪送去绿岛新生训导处，因为唔愿配合一人一事良心救国运动，又搁被送转去台北保安处受酷刑。意思讲要叫身体顶面敢车这方向抗我啦，3、4、8嘛，这个车是车到身躯咧，啊，我迄当时唔肯嘛，叫对方了无成啊，对方未落台，所以责任拢要推由14个人迄个安尼嘛。伫农下来10年，罗宏迪中建天日的时已经31岁，伊的肉体伤痕累累，唔但对人失去信任，一生的名声也乌有去。落尾是亲情替伊做保，伊才通伫咧第一信用合作社食头路，搁再重新开始伊的人生。伊的人生就是我也是生命捡到的嘛，希望过着平静的日子尔啦，无啥物迄类啊啦。伊就无省地，目睭闭紧，甲看者，也袂去运动。伊即马真快乐，伊就是过去有迄个艰苦的过程，所以就讲我活得真趣味啊。罗宏迪的牵呢笑讲，准若梅兰婆伫咧牵线时，甲伊讲罗宏迪捌是政治犯，伊绝对袂嫁互伊，因为实在是无法度忍受政治单位三不五时就亲门大户来厝的门东门西，总是经过黑暗和不安。罗宏迪今年90啊，伊指望政府会当用冤枉赔偿来代替补偿，互冤枉落甲的委屈会当真正消透。记者阿敏金丹波罗台中报道。来看台北大稻埕有一间第一唱片行哦，开店到达超过50年，嘛经过台湾歌的大起大落，所以要带观众朋友来听一挂已经流传半世纪的台语老歌。老曲盘洗呀洗，手尖对乌家唱片的纹路刷叮当，清亮迷人的歌声，搁听会到那像插刀啊的声音。这块老曲盘放送的，就是台湾宝岛歌王文夏1958年黄昏的故乡。伫民国46年至51年这段时间吼，会使讲是咱台语唱片真重要的时代。文夏老师、记录下洪一峰唱的代表的歌，拢是这个时间，已经62年、63年的历史啊。即马听起来，文夏老师的声音，甲伊的编曲，也是对着即马这个时代。捌替文夏老师办过演唱会，也替伊写过自传的资深音乐人刘国伟讲，1956年过台北市三中部，就有歌舞厅、戏剧院，这也是生产上侪乌家唱片的所在。那这间伫咧大稻埕的第一唱片行，即阵是已经传到第3代，第2代头家就是文夏老师的大歌迷。台湾所有的台语歌曲吼，唱上第就是伊，不是国父，歌父。这阮无咧卖啦，哎呀，就是当做我们的镇店之宝。第一唱片行在1969年营业，1969年电视也无普遍，台语唱片是不俩清。1979年台湾退出联合国，和日本断交，台湾的电视、电影和音乐拢被政府严格审查，校园宾馆抓兴起来。当时唱片行也因应人客的需求，替因敲大扩音乐，总是岁月流转，唱片行豆豆啊替时行。即马唱片行的第3代也兼卖咖啡、甲水饺。妈妈伊感觉讲，这个店是伊讲爸爸辛辛苦苦创立下来的，因无希望讲市场变水啊，阮就来放弃。所以人客若来遮啉咖啡、食水饺，还佫会当听到，这个很怀念的音乐。其实这个也算是我们的很特别的地方。会使讲较早第一剧场的故事啊，会使来大家来写厝边头过来遮开工啊，联络感情啊等等安尼，是就最重要的存在。经过半世纪的第一唱片行，虽望无搁再进新歌，不过见证过台湾音乐无共时期的兴旺甲衰微，也抑搁是地方爱音乐的人因半暖交流的好所在。记者敏金夏桂林台北报道。
真侪人哦，饲猫仔拢会愈饲愈侪，定定饲到10外只。也毋过伫中东有人饲猫仔饲将近500只，佮专工买一间别庄，或者猫仔过真享受的生活。咱做伙来看卖。巴鲁斯伫咧看讲食饭咯，伫咧店内面的猫狗拢得着伊入去厝内。住伫咧阿曼首都马斯克特的巴鲁斯，总共饲480只猫加12只狗。厝内每一个所在拢开甲满满，毋过伊敢若是正享受坐伫咧面床顶，也饲掉，互一寡猫狗为伊做伙感觉。巴鲁斯上早甲猫结缘，是12年前伊的后生带一只细只猫转来做的。迄当阵巴鲁斯甲诚侪妈妈共款，无爱囡仔饲宠物，因为囡仔拢无啥伫咧顾猫的卫生问题。毋过2年后，巴鲁斯是爱着猫，甲猫照顾啊真好势，又搁开始找别只猫来饲。厝边头尾拢知影伊爱猫，有一寡外国人搬走时阵，会甲宠物放伫因兜门口。伊自细汉无爸无母，看到流浪猫狗真可怜，会带转来饲，就安尼愈饲愈多。أنا ابتديت كنت أسكن شقق متنقلة فكان عدد قططي بحدود ما تجاوز 30 قط. قبل تقاعدي بالسنة بالضبط اشتريت هذا البيت وأويت كل القطط الحالية. سابقا ما كنت أقدر أويهم لأن ما عندي مكان، لأن مهما كان الشقق قصيرة والسكان يرفضون وجود حيوانات. 本来做公务人员的巴鲁斯，退休了有更加多时间照顾鸟狗。这款鸟狗话自细汉就开始饲到大汉，已经有正深的感情。有一款是到这个大家庭时阵，已经规身躯拢是边，开销正大，差不多一个月是7800美金，差不多台票23万块。好佳在有社区组织甲 IG Fans 的小额捐款到3工。أتمنى المجتمع يساندني في اللي أنا أسويه، لأن هم في النهاية حيوانات متخلى عنها، حيوانات بحاجة للمساعدة، بحاجة للطعام. عندي 17 قطة عمية. بحاجة إن إحنا نمد إيدينا ونأكلهم ونشربهم. 虽然一般人拢认为讲，哪有可能伫咧厝内饲500只鸟狗？不过对于巴鲁斯来讲，这款鸟狗伫咧伊人生上黑暗的时阵，赶走伊的忧郁症，对伊来讲是比人类更加好的朋友。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辑。为着环保甲宗教的关系，有真侪人拢无食肉。新加坡伫初二就批准美国的一间公司会使伫新加坡来卖零做的鸡肉。新加坡嘛，真做全世界头一个会使卖零做肉的国家。Oh, I'll just buy this meat, and there it is. And all we have to do is buy it. We don't have to think about what it took to make that chicken in that nice packaging. 新加坡的监管机构领先全球，初二正式批准美国的新创公司来卖实验室培养的鸡肉。消费者真紧地当伫咧餐厅食到人造的鸡肉。所谓的实验室培养肉，甲食物性蛋白质所造成的食物肉无同款，是由活体动物当中提出干细胞，伫咧培养皿顶悬促进发育做鸡肉组织的培养肉，嘛号做器官肉，也是清气肉。Producing this much meat is asking too much of our planet, and the effects are undeniable. Deforestation, methane emissions, animal suffering. We're not alone in asking, is this right? 最近这几年，大家愈来愈关心肉品的健康、动物福利，还有畜牧业破坏生态等等的议题。无共款的国家，小连续拢有新创公司投入去实验开发人造肉，像荷兰的 Meatball 就拍拼开发人造猪肉的原型肉。去年12月份，拄欧盟等等的投资方募款1000万美金的资金。新加坡的 Shark Meat 是注重伫咧金马肉甲虾肉，要甲其他的业者有分别。这方面嘛是乡村华人拢真介意食海产。以色列 Elephant Force 是培养结构完整的人造牛排，预计伫2022年年底大量生产来抢市场。公司新闻李浩如编译。来看国际自然保护联盟提出警告，指出讲伫过去3年，全球有10来世界遗产环境受严重破坏。伫水底会当看到澳洲大宝岛的珊瑚，真侪拢已经白化死亡啊！气候变迁影响着环境，除了对人类的生存造成影响，嘛互真侪世界遗产渐渐失去光彩。IUCN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初时警告，过去这3年，全球有16个世界遗产当地恶化，其中敢若有8个所在有改善。The Great Barrier Reef in Australia and the islands and protected areas of the Gulf of California, we've seen head in unfortunate directions. Be
be it more extreme fire events, be it high mountain systems showing shifts in habitats, be it coral bleaching events, etc. 2017年 ，IUCN 提出的世界遗产展望报告内底，显示目前气候的变化威胁着各种世界自然遗产，包括冰川、野火、大水，还有靠岸等等。即马全球252个世界遗产当中，有83个，差不多1/3的世界遗产拢未临到危机。另外，气候暖化对环境的影响力嘛超过外来物种，影响在地生态的危机，和37%的自然生态网站。因的消息加做 IUCN 重点关注的目标。也若方认为是气候变迁影响真严重的，还佫有纽西兰。纽西兰总理阿尔登初二嘛伫个国会以76票对43票的比数，宣布国家进入气候紧急状态。I think the first and most important point to make is that this is a declaration based on science. Then we must act with urgency, Mr. Speaker, to ensure global emissions fall to net zero by 2050. 当局表示，会要求政府机构在2025年进前实施包括取消烧炭设备、改用电动车等碳中和的措施。目前全球已经有加拿大、英国、法国等其他32个国家宣布进入气候紧急状态，还有超过12个国家发表气候宣言。公司新闻陈思栋编译。来看今仔日详细天气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6度，上悬20度；中部地区上低16度，上悬23度；东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5度；东部地区上低16度，上悬23度。外岛地区上低12度，上悬21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公视第几台的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